大家見到 Harry 哥哥去咗一個公園嗰度學太極拳，而家咧仲學得好好玩喎，請咗位私人教練咧教佢幾招嘅。咁問題就係呢位教練究竟幾多歲？我今年70歲了。真的嗎？對，打太極拳哦，它最大的好處就是什麼？不顯老。為什麼不顯老？動作靈活啊！就像小朋友最喜歡動，對不對？實際上，對呀，但是動得很慢呐。你覺得小朋友喜歡這個東西吧？它有快的啊，也有快的嗎？它有快的啊，它的快哦，譬如說這樣。第二條問題係 Harry 哥哥一共打咗幾多拳呢？我唔知喎。咁啊，打太極對小鄰居有咩好處啊？對小朋友來講啊，因為他喜歡動，讓他動一動以後呢，然後如何讓他靜下來？打太極拳就會讓他很容易靜心。啊，對，他可以比較瞬間靜下來。其實呢個公園劃分咗好多唔同嘅區域，任何人都能夠揾到啱佢嘅活動空間㗎。呢度咧兒童遊樂場嚟嘅，竟然你唔去玩嘅？我唔去啦，點解你唔去啊？因為排滿晒人咯。咁又係，因為咧呢一度咧好多小朋友嚟玩㗎。不過咧呢度咧啲小朋友咧啲年紀咧有少少大㗎喎，你睇下。講乜嘢啊？哦，呢個遊樂場公園其實係一個共用嘅公園嚟㗎。無分你嘅年紀、性別、宗教、膚色，甚至相見，都可以一齊享受呢一度玩嘅樂趣，因為快樂係平等㗎嘛。Harry 哥哥呢度真係好開心啊！係啊，因為咧喺新北市呢度咧，好似呢啲咁樣嘅滑梯咧，有成1000個嘅。有啲咩特別啊？呢一啲咧就係無障礙嘅滑梯嚟嘅，你留心睇下，就算係一個小朋友咧坐住輪椅都可以上到嚟呢度玩嘅，因為咁樣樣咧可以令到成個市裏邊所有嘅人咧都有機會玩啦，咁開心喎，所以佢哋咧就好認真咁，希望喺呢度做1000個咁多。Ready go！ 呢個街市就喺公園嘅附近，睇下有啲咩特別嘅土產先。如果去到每一個地方，想知道嗰個地方嘅特色咧，最緊要咧就要睇下佢嘅民生啦。如果想知道佢嘅民生，嗰度嘅人咧嘅飲食習慣係點咧，最緊要就要睇下佢嘅市場啦。市場即係街市啦，咁即係呢度啦。係啊，好驚人嘅裏邊，唔知會發現到有啲咩嘅，全部嘅嘢都係活生生嘅喎。你一齊睇下啦喎！你睇下，好喐㗎！你試下摸下佢，好驚啊！呢度咧有啲好特別嘅嘢，就叫做海瓜子。海瓜子究竟係咩嚟嘅咧？海瓜子，你不是買海鮮的嗎？你，但是瓜子喎，瓜子不是海鮮嗎？它是一種海鮮的貝類。哦，原來個樣好似瓜子啊，所以叫瓜子啊。你係咁樣樣嘅。啊，這個跟噴水咧有什麼不同啊？蛤蜊，這個也有噴水啊。對。哦，哪一個好吃啊？這個好吃還是那個好吃啊？哪一個味道比較好？它比較脆。脆。對，它豆子比較脆。哇，好有經驗，脆啲嘅呢個。哇！終於揾到我要嘅嘢啦！做咩咁開心啊你？嗰度啊！咩啊？仲係特價發售添啊！你點知㗎？特價區啊嘛！好啦，買啲俾你啦。老闆你好啊！你好。這個香蕉是不是台灣的香蕉來的？是啊。這裡的香蕉是什麼地方來的啦？南投。南投香蕉是出名的。對，它放在山上的。是吧？哇！你真係犀利啊！呢啲係南投香蕉嚟㗎，係啊，就真係喺樹上面摘落嚟嘅。咁我哋買啲啦，特別長㗎喎。芝麻，你食你嘅香蕉，我就揀我嘅台灣芒果啦。原來兩個咧都係屏東嘅。佢話咧呢一個咧香啲，但係細隻啲咯。這個青青的好像是沒熟的。沒有，這樣子比較好。是吧？有點青，有點黃比較好。哦，是啊。原來有啲青有啲黃係最好嘅。剛剛黃很好吃。剛剛黃的時候最好吃啊！哇，很香嘅。
我一嚟買住㗎，我都買啲先。